噜咕莫咕，噜哥罗莫尼，满陀尼，莫离佐莫尼，莫虎离哥，说贺。第15页，施无畏手真言：嗡婆日罗囊也，轰判炸，每天最少324遍。16页，宝瓶手真言：嗡解力三满焰萨婆诃，每天最少324遍。17页，宝经手真言：嗡阿赫罗萨罗婆韦尼也，陀罗布尼蒂萨婆诃，每天最少216遍。普陀手真言：嗡阿摩罗见地尼宁萨婆诃，每天最少324遍。18页，宝应手真言：嗡婆日罗宁丹惹意萨婆诃，每天最少324遍。宝剑手真言：嗡地势地惹独尾宁笃提婆陀也，轰判炸，每天最少108遍。19页，青莲华手真言：嗡直离婆日罗布罗判陀轰判炸，每天324遍。19页跟20页，不退转经轮手真言：嗡舍那弥佐萨婆诃，每天最少324遍。拔折罗手真言：嗡你必尼泊也摩诃世离意萨婆诃，每天最少324遍。宝宫手真言：嗡阿卓韦利萨婆诃，每天最少324遍。21页、22页、23页，大悲咒。南无诃罗达那多罗夜耶，南无阿利耶，婆卢揭谛，
娑波罗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嗡萨婆罗伐夷，速达那达邪，南无悉吉利堕夷蒙阿利耶，婆卢吉帝，是佛罗嫩陀婆，南无那罗紧持，悉利摩诃婆多沙妹，萨婆阿他豆殊蓬，阿是韵，萨婆萨多，那摩婆萨多，那摩婆伽，摩伐特豆，达直他，嗡阿婆卢悉，卢迦帝，迦罗帝，夷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罗摩罗，摩悉摩悉利陀韵，俱卢俱卢结蒙，度卢度卢伐舍也帝，摩诃伐舍也帝，陀罗陀罗，帝利尼，是佛罗耶，遮罗遮罗，摩摩伐摩罗，目地利，夷悉夷悉，是那是那，阿罗僧，佛罗舍利，伐沙伐僧，佛罗舍耶，呼卢呼卢摩罗，呼卢呼卢悉利，娑罗娑罗，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叶菩提叶，菩陀叶菩陀叶，弥地利叶，那罗紧持，地利舍尼那，婆夜摩那，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喻意，是婆罗耶，娑婆诃，那罗紧持，娑婆诃，摩罗那罗，娑婆诃，悉罗僧，阿目屈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者吉罗阿悉陀夜，娑婆诃，波陀摩羯悉陀夜，娑婆诃，那罗紧持，薄伽罗耶，娑婆诃，摩婆利胜羯罗夜，娑婆诃，南无诃罗达那多罗夜耶，南无阿利耶，婆罗吉帝，娑婆罗夜，娑婆诃，嗡悉殿都曼多罗跋陀耶，娑婆诃。前述10个法门都要配合大悲咒一起修，
分开修，效果也有，但较差。不论念几种短咒，每天只要念大悲咒5遍即可。24页，八字最盛大威德心真言，每天最少324遍。若求治病或求富贵者，每天最少1080遍。开始诵持八字最盛大威德心真言。嗡阿魏罗轰须佐洛。25页，除三毒习气陀罗尼。1. 先念南无善积月音王佛108遍。2. 再念南无善名称菩萨108遍。3. 念除三毒习气陀罗尼，每天至少300遍，回向给他，且念出对方的姓名，并祈求善积月音王佛以及善名称菩萨帮忙改变他，可以去除火爆脾气、叛逆性、自私心等不良习气。开始诵持除三毒习气陀罗尼。乌富波罗蒂那、苏求波罗蒂那、玉若密波罗蒂那、乌受都支波都、眼密都聚落都、旧乍都旧乍都、苏波都说呵。26页，开慧眼除垢陀罗尼。1. 先念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如来108遍。2. 再念南无定自在王菩萨108遍。3. 念开慧眼除垢陀罗尼108遍。开始诵持开慧眼除垢陀罗尼。若密帝都、乌苏那帝都、聚落帝都、固摩楼帝都、乌叶弥帝都、胡苏富多帝都、乌奇弥帝都、胡奇那帝都、乌苏求提帝都说呵。27页，真慧陀罗尼。1. 每天先念南无大慧菩萨108遍。2. 接着念真慧陀罗尼108遍。开始诵持真慧陀罗尼。达尼也他，嗡，必主必主，波罗尼也，婆离陀尼，惹罗惹罗，弥陀，婆离陀尼，地离地离莫地，
婆离陀尼，说婆诃。28页、29页，乌舒扎陀罗尼。一、每天先念南无文殊师利菩萨108遍。2、接着念乌舒扎陀罗尼，自己念每天49遍，回向给老公则每天念126遍。开始诵持乌舒扎陀罗尼。俱利俱利帝那，优卓优卓帝那，度呼度呼帝那，救诈救诈帝那，若密都若密都帝那，救诈呼救诈呼帝那，优手优手帝那，也密洛也密洛帝那，度呼诈救诈多萨婆诃。31页，莲华如意宝轮王陀罗尼。一、每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108遍。2、接着念莲华如意宝轮王陀罗尼108遍。开始诵持莲华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南无佛陀也，南无达摩也，南无僧伽也，南无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具大悲心者，达直他。嗡。卓杰罗法底，正多摩尼摩诃波登弥，噜噜噜噜底舍他。传罗阿杰利沙也，轰发说呵。33页，往生净土神咒，每天念108遍。开始诵持。南无阿弥多婆夜，多他切多夜，多地夜他，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多，悉丹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前弥尼，切切那，只多迦利，说婆诃。34页、35页、36页，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一、先念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如来108遍。2、再念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21遍。糖尿病或其他怪病者、重病者，则需早午晚各念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36遍。3、念完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21遍或36遍后，接着念
愿以此神咒之威神力以及功德回向给弟子，念出自己的姓名之累世冤亲债主，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此神咒之威神力以及利益与功德，能够早日脱离轨道，早日投胎到佛化家庭，来世从小精进修行，而终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开始诵持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那莫悉达离耶，地尾迦南，萨婆达他涅多南，嗡布韦婆婆挪婆利，婆者离，婆者猜，主噜主噜，陀罗陀罗，萨婆达他涅多，陀堵陀离波罗麦，婆婆底，惹也婆离，母达离，萨摩罗，达他涅多，达摩卓迦罗，波罗莫利多，挪婆日罗，茂地满拿，嫩迦罗，嫩气离地，萨婆达他波多，地摄此地，茂陀也茂陀也，茂地茂地，莫得莫得，参茂陀尼参茂陀耶，者罗者罗者懒都，萨婆婆罗拿尼，萨婆波波韦波地，呼噜呼噜，萨婆树迦米波地，萨婆达他波多，气离挪也，婆日罗尼，三婆罗三婆罗，萨婆达他波多，于好也，陀罗尼，母内离，罗莫替，苏莫替，萨婆达他波多，地摄此多，陀堵波毕，娑婆诃，三摩也，地摄此地，娑婆诃，萨婆达他波多，气离挪也，陀堵母那离，娑婆诃，苏波罗底摄此，多萨堵毕，达他波多，地摄此地，呼噜呼噜，轰轰，娑婆诃，嗡，萨婆达他波多，悟摄尼沙，陀堵母那罗，尼萨婆，达他波丹说，陀堵韦布使多，地摄此地，轰轰，娑婆诃。39页40页。1. 先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108遍。2. 再念药师灌顶真言108遍。
开始诵词。药师灌顶真言：南摩薄伽伐帝，毗沙舍，俱卢毕琉璃，波拉婆，诃罗舍也，达他杰多也，阿罗诃帝，三藐三婆陀也，达直他，嗡，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谛，说呵。41页，佛母准提神咒。一、先念南无观世音菩萨108遍。2、接着念佛母准提神咒108遍，配合法布施、法供养，效果会更好。开始诵持佛母准提神咒：南无沙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南，达直他，嗡，哲利主利，准提，说婆诃。3、念南摩诃利帝母108遍。4、念诃利帝母真言108遍，配合34页、35页、36页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效果会更好。开始诵持诃利帝母真言：嗡，努努摩，离迦悉地，说婆诃。42页，救脱菩萨阿那祇支罗真言。一、先念南无救脱菩萨108遍。2、再念救脱菩萨阿那祇支罗真言108遍。开始诵持救脱菩萨阿那祇支罗真言：阿摩赖帝，阿那婆赖帝，救支那帝，奇摩那帝，救乍婆赖多帝，阿奇摩离难帝，婆洛布离那帝，乌奢勾帝，婆乍罗奇帝，乌苏那赖帝，陀摩赖帝，说呵。45页，羊之手真言：嗡，苏悉地迦离婆离，多难多目多异，婆日罗婆日罗泮陀，赫囊赫囊轰泮乍。45页、46页，除一切疾病陀罗尼，达尼也他，韦摩离，
尾摩离，婆囊俱直离，势利莫抵，君拿离，嫩如鼻，应那罗，意宁母利，说婆诃。毗舍浮如来除病咒，朗摩摩陀也，朗摩达离摩也，朗摩僧伽也。嗡迦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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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路说那囊举路，萨离婆俄罗诃舍，说婆诃。文殊菩萨除病灭罪咒，知复多奈地，言福之奈地，疏车不知奈地，住其不知奈地，乌疏多知奈地，婆遮不知奈地，蛇魔赖长之奈地，阿术波赖长之奈地，卢波地之奈地，说诃。47页，迦叶如来除病咒，朗摩摩陀也，朗摩达离摩也，朗摩僧伽也。嗡赫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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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赫，朗摩迦舍也，波也达他俄多也，罗诃帝，三米耶，三摩陀也，悉殿堵，满达罗波那，说婆诃。48页，欧波罗龙王称众生心陀罗尼。一、先念南无欧波罗龙王108遍。二、接着念嗡欧波难陀波多益说诃108遍。三、最后念欧波罗龙王称众生心陀罗尼108遍。开始诵词：欧波罗龙王称众生心陀罗尼。乌都葫芦都，支波都，树须都，奇摩都，乌乍都，洛密奇都，毗梨帝那都，乌疏都，说诃。50页，解脱厄难陀罗尼。一、先念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每天108遍。2. 再念解脱厄难陀罗尼，每天108遍。开始诵持解脱厄难陀罗尼。多迭他、优毗、卢柔毗、基离魅离手、离那离摩基父、娑婆诃。接着下来翻到96页，不动明王降魔咒。朗摩悉底悉底苏悉底悉底伽罗罗也具眼参摩摩悉利阿舍摩悉底娑婆诃。98页，第一阶段，先心存忏悔，每天照着顺序念。1.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每天至少108遍。2. 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我今一切皆忏悔，唯愿慈悲垂加护。1遍。3. 弟子念出自己的姓名，现在所诵持之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回向给弟子之所有冤亲债主，使他们能够得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之利益与佛力加持，而皆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1遍。4. 念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刊载于第2章第18个法门，每次念21遍，每天早晚各修1次，或早午晚各修1次。先以3年时间忏悔超度所有冤亲债主，消除血债冤结，一次21遍，2次42遍。第2阶段，在99页跟100页，每天照着顺序念。1. 先念南无曼殊室利菩萨1080遍。2. 再念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真言阿罗波卓囊1080遍。3. 接着念大宝广博楼格善住秘密陀罗尼108遍。开始诵持大宝广博楼格善住秘密陀罗尼，朗莫萨婆达他涅多南，嗡维补罗涅毗，摩尼波罗毗，达他多，尼那舍宁，摩尼摩尼，苏波罗毗，韦摩离，娑涅罗，眼鼻利，轰轰，入婆罗，入婆罗，摩陀韦卢直地，于细叶，地摄此多涅毗，娑婆诃。
101页，第3阶段，每天照着顺序念。1. 先念南无曼殊室利菩萨1080遍。2. 再念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真言阿罗波卓囊1080遍。3. 接着念南无普贤菩萨1080遍。4. 最后念一切佛母最上陀罗尼108遍。开始诵持一切佛母最上陀罗尼。达尼耶他，嗡，朗摩朗摩，娑达婆布婆尼，湿婆罗摩诃，布尔也阿，三摩三摩阿弥多，娑摩阿难陀，娑摩阿囊，娑摩达离婆，婆娑摩尾沙，娑摩波罗摩，罗他娑摩，娑婆婆，婆娑摩，达他俄多，娑摩阿罗惹，娑摩苏帝，娑摩摩陀，娑摩达离摩，达他俄多，娑摩僧诃尾沙摩，娑摩益迦囊也，娑俄罗尾殊陀，路迦细细，罗摩陀，罗摩陀，韦惹也，韦惹也岸，波罗舍弃多，囊也，囊也汉吉罗，地舍诈，囊三部，俄岸说囊，罗也，罗也，达离摩俄罗，陀罗，陀罗，惹也，惹也，轰轰，陀摩，陀摩，娑婆诃。103页，第4阶段，每天照着顺序念。1. 先念南无曼殊室利菩萨1080遍。2. 再念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真言阿罗波卓囊1080遍。3. 在念一字佛顶轮王前，以及念完一字佛顶轮王后，必须先念佛眼陀罗尼，前后各念7遍。104页，佛眼陀罗尼。朗莫萨婆达他涅底瓢，何罗皮药，3秒3末地皮药，嗡噜噜塞普噜，路婆罗，底舍诈，悉陀鲁卓尼，萨婆罗他，娑达尼，娑婆诃。
一字佛顶轮王1080遍。开始诵持。朗莫三满多摩陀南，嗡布鲁嗡。108页。1、往生药师琉璃光如来之净琉璃世界之法门，每天修第2章第19个法门即可。2、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法门。1、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108遍。2、每天念阿弥陀佛心咒108遍，连续3年集满10万遍。109页。阿弥陀佛心咒：嗡阿弥利多帝释诃罗吽。往生阿处佛国之法门，每天照着顺序念。1、先念南无不动如来108遍。2、再念不动如来心咒：嗡起沙那韦迦帝吽108遍。3、接着念不动如来灭罪陀罗尼21遍。开始诵持不动如来灭罪陀罗尼。110页。不动如来灭罪陀罗尼。结结尼，结结尼，鲁哲尼，鲁哲尼，堕卢哲尼，堕卢哲尼，达罗萨尼，达罗萨尼，波拉底诃那，波拉底诃那，萨弗杰末，波兰波罗波弥娑诃。接着下来翻到185页。法供养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回向陀罗尼。嗡娑摩罗娑摩罗维摩诧娑罗摩诃卓迦罗婆吽。注印佛书后，依念愿以弟子念出自己的姓名，注印如何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这本佛书多少本念出来，来传播佛法的法布施功德，法供养十方三世一切如来，请接受弟子的法供养。2、接着念185页的法供养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回向陀罗尼。嗡娑摩罗娑摩罗维摩诧娑罗摩诃卓迦罗婆吽。重复念21遍。3、接着念愿以法供养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功德回向给1、导致弟子念出自己的姓名，
长期失眠的冤魂。2. 或导致弟子念出自己的姓名，身体病痛的冤魂。3. 或导致弟子念出自己的姓名，堕胎流产的婴灵。4. 或导致弟子念出自己的姓名，过去所杀的冤魂。5. 或导致弟子念出自己的姓名，事业、工作、感情不顺利的冤魂，使他们能够得到佛力的加持，而能脱离轨道，投胎到佛化家庭，来世从小精进修行，而终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186页，如来灌顶陀罗尼。卢姑莫姑，卢哥罗莫尼，满陀尼，莫离左莫尼，莫虎离哥，说呵。